乘風破浪，我哋又揚帆出海啦！咦，咪住先 ，size 好似有啲特別，咁細隻嘅。遙控帆船最主要其實係以一隻模型遙控帆船喺海上作為一個競賽，而競賽裏邊我哋根據翻 World Sailing 嘅守則，主要嘅模式其實係仿照於大帆船競賽嘅模式去進行一個競賽，而喺當中裏邊我哋亦都會係用一啲嘅技術啦，亦都一啲嘅規則啦去進行一個監管。大家一聽到遙控船，可能會以為架船呢係用電力推動。咁其實遙控帆船嘅動力原理呢，同真嘅帆船好相似，要了解風向同水流，先至可以操控自如。最主要係以風嚟做一個動力，係利用到個風同個帆嘅影響嚟做一個應力之下，推動隻船向前去行駛嘅。而當中裏邊佢係冇任何摩打嘅成分，電嘅主要嘅工作係供應能量俾我哋嘅 servos， 即係我哋嘅絞索機啦同埋舵機，去作為一個轉向同埋收帆同埋放帆嘅工作。中國嘅航海模型競賽主要就有兩大賽事，一個係全國錦標賽，另一個就係全運會嘅群眾項目。港隊今屆都有派隊參賽，麥燦林麥 Sir 係成員之一。我能夠喺呢個選拔賽度勝出咧，我覺得都好榮幸㗎。因為唔係易事，因為要包含好多嘢。其實呢個運動咧，本身喺國內咧，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流行㗎啦。譬如我哋喺國內省市咧，其實佢哋每個禮拜都有比賽。深港交流啊，去到譬如上海、北京咧，都有好多運動員係都會同我哋嚟到香港，我哋都會上去。咁啊喺文化交流啊，或者一啲創意啊，或者係一啲學術交流，都有相對有幫助嘅。遙控帆船操控嘅原理同真帆船相似，咁其實比賽規則都係，兩者有類似嘅繞泡賽嘅賽制啦，亦都有分開唔同嘅船種。另一個相似嘅地方就係越嚟越多學校希望將呢個運動推介俾同學。咁下一節我哋再同大家介紹下。